歡迎翻嚟收睇我嘅頻道，我係技安啊。估唔到咧，官方咧咁快就打我面啊！因為喺呢個日版咧，官方咧都公佈會出呢隻 LR 嘅部落連㗎啦。咁你睇到咧，官方呢隻咧個顏色咧係有再重新油過，所以個氣勢上咧比起國際版嗰張咧就靚好多啊！咁啊〜果然係日版，始終都係有啲唔同啲嘅。咁大致上佢嗰啲能力都係一樣㗎啦。咁不過由於之前國際版佢係寫英文，唔係太舒華嗰個火力啦。咁而家日版終於出嚟，咁都係預我意料之外，就我資料內又係佢係如果12至17氣就係極大嘅打全體啦。咁而如果佢係18氣以上超大就係超極大嘅。咁如果佢滿技亦都係會威力再大啲咁樣咯。亦都係發動嘅時候就加80000攻，然後減自身20000防咁樣咯。咁你減自身20000防，你接近當係零防都得㗎啦。咁然後佢咧就再有一條 LR 嘅出招片出嚟嘅，咁啊可以同大家睇一睇嘅。咁即係開始佢有啲轉珠啦，咁啊可以 skip 咗佢啦。好啦，咁你開始睇咧，教比達打佢打幾千嘅，咁因為佢未出 bit 啦，所以佢條防守班未夠，所以就靠幾千嘅。咁啊睇到佢超極大打同自己133萬左右嘅，咁啊佢而家應該都係用緊雙斜影波隊長嘅，咁我打130萬。咁佢因為佢自動會連擊嘅，咁佢個連擊你睇到啦，連擊佢就會打呢個極大嘅打全體嗰個連擊嚟嘅。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呢隻播連咧就個好優勢就在於，因為佢一定會連擊，而佢12氣亦都已經可以發個大波啦。咁所以如果即係我第一時間當然就係諗打武道大會啦。咁佢就絕對會比甲比達比呢個LR 嘅比達優勝啦，因為你只要諗出到 B，佢就一定要放到招大出嚟。咁佢一放就連續放2招大，咁基本上乜嘢隊都會死㗎啦。咁你如果大家係有呢隻 LR 嘅部落連嘅話咧，咁你可能用斜波做隊長，然後搭佢等佢出12氣可以出必又好，或者你直接用佢做隊長，然後又係用嚟直接出必亦都好，甚至乎你用翻正常一拳超人隊嘅呢個冇大圓嘅超三悟空嚟到做隊長都得嘅。咁因為可能之前會擔心，哇佢唔係喎，佢如果18氣以上佢打單體嘅啫喎，但係因為佢一定連擊，而連擊嗰下一定係出12氣嗰招嘅，咁所以咁即係話可以出12氣而又食到，即係佢個連擊係一個即係極大嘅全體連擊之餘，咁仲要係可以舐晒咁多粒力珠嘅攻擊嘅加成嘅，咁所以都幾勁嘅。咁你大可以就食一堆力珠，然後瞄住即係速屬性嚟到嚼，咁確保隻速屬性死，然之後再打一個全體轟一聲轟落去，咁基本上一定死晒啦。咁都幾明顯係武道大會專用角咁滯㗎啦。咁仲要配合埋邪連波啱啱出咗嘅力120%啦，咁即係有權係可以連呢個一拳超人嘅大圓超三悟空都唔使用啊，直接6氣咁轟2次11滿技嘅極大
嘅超必嘅全體攻落去，咁乜都死啊！所以都真係幾勁啊！咁再加上因為呢張卡係可以免費十技啦，滿技就唔可以講啦。可以免費十技嘅，因為佢一開始 SSR 即係佢抽翻嚟嘅時候個狀態咧係未必超殺人，咁嗰個狀態你可以打部落連嗰個，而且黑個設計嗰個難度去跌嗰張布連嗰張卡，用呢個50% 嚟到升技嘅，咁所以都真係可以叫做免費十技啦。咁如果你有廿技嘅話，你一係就食10個界王，一係就抽多隻咯。咁但係呢一方面就你覺得抽多隻係用嚟開路好啊，定係用嚟十技好？就真係大家就見仁見智啦。因為當然廿幾威力啦，但係你開路亦都有開路嘅優點，可以會心啊等等，可以連擊或者會心啊，咁就真係各自各睇大家。因為如果真係咁好彩可以抽到同一隻嘅話，係啊，咁至於佢係會點樣出呢？即係以前就完全唔使諗，就一定會諗佢就係喺星龍仔度出㗎啦。但係國際版就喺一個加配機度出嘅時候，咁唔知日版會配合佢定係點啦，咁我就唔清楚啦。不過你問我，我會覺得日版係傾向都係擺翻喺星龍仔個機度，俾大家總之喺 LR 仲要喺星龍機度抽咁樣咯，係咯。咁大致上呢條片去到呢度啦，純粹補充翻原來日版佢同我講，佢完全打我面話俾我知，日版都會照出嘅咁樣。咁即係大家都如果打樣版國際版嘅，都仍然可以期待翻會有 LR 唔犯啊，同埋有 LR 俾大家出現啊。咁啊唔使驚，原來係分開兩邊啊。咁大致上係咁。咁即係都好，都幾好嘅，因為即係國際版起碼係叫做出先，因為一啲嘢出先過日版，咁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我唔知係日版不甘示弱定點啦，即係兩嘢就要出翻隻呢個博年，等國際版啲人開心咗都冇幾日咁樣啦。咁我唔知啦，不過我唔理啦，因為睇日版普遍聽到咧抽到嘅機率都唔曳嘅，因為可能。可能100射、150射，甚至乎50射都可以中到一隻㗎。咁但係佢起碼喺日版 LR 比達同埋 LR 唔煩咯，只要聽到人哋個抽唔到啊，幾廿 p 都抽唔到啊，都唔會好極少聽到人講話50射抽到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係想玩 LR 博年嘅，咁真係可以嘗試下而家入坑去國際版度抽下嘅，因為個率都好似真係幾好，都真係好似唔難抽咁啊！刷一刷個手抽都值得嘅，係咯。咁大約上呢條片到呢度啦。咁到可能張卡真係 exactly 出咗啦，諸如此類嘅時候，再同大家去拍片講一講。好，呢條片喺到呢度先，下次見，拜拜。